嚟到中文輕足識，我哋今日嘅話題係全靠你隻手遮天。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因為世界盃比賽而廢寢忘餐呢？考下大家先，本屆世界盃比賽呢，有一位球員呢，佢喺一場比賽之後人氣急升，佢嘅 IG 粉絲嘅數目呢係有2900萬增加喎。大家知唔知佢係邊個呢？呢一位球員呢，就係維德國嘅40歲門將和仙夏啦。維德國雖然係呢一屆世界盃嘅新丁，但係分組賽嘅成績非常之出色，未曾落敗。咁維德國喺32強淘汰賽呢，就遇上衛冕冠軍嘅阿根廷，真正考驗嚟啦。呢一場比賽，維德國門將和仙夏作出8次嘅撲救。阿根廷雖然係有球王美斯坐鎮，但係亦都需要打到加時先至可以分到勝負啊！和仙夏表現出色，比賽之後 IG 粉絲嘅數目激增至全球門將第一。你會唔會都係佢其中一位粉絲呢？唔少媒體都有報導呢一場嘅比賽，其中有一篇呢就指出維德國呢係成為世界盃足球史上邊第4隊能夠喺首次參賽面對衛冕嘅冠軍，而又能夠喺呢一場嘅比賽裏邊呢係射入2球嘅球隊，能夠創下奇蹟，當然係會令到世界嘅球迷咧相當驚豔。驚豔呢個詞語呢，驚呢就係指驚奇、吃驚咁解啦。豔咧就係美好嘅人啊、物啊咁樣啦，驚豔就係睇到非常之美好嘅人啊、物啊，而感覺到驚奇喎。驚豔呢個詞語最早出現於金聖嘆批本西廂記，常見於形容女性嘅美貌啦，或者係藝術品嘅出色。咁如果係將佢形容一支球隊嘅表現，大家認為如何呢？另外一篇報道嘅標題大意呢，就係40歲不老傳奇和仙夏單場8次神撲，美斯被征服，主動擁抱大讚。報道內文指出，和仙夏門前隻手遮天8次嘅神級撲救，固然呢係值得欣賞，但係報道呢用隻手遮天呢個字面呢，其實係講單手把天遮住。呢個詞呢，語含貶義，比喻呢玩弄手段、隱瞞事實、欺騙上下。以隻手遮天嚟到形容和仙夏嘅把關表現，恰唔恰當呢？係到底係讚揚啊，還是係諷刺呢？如果認為和仙夏呢個神級撲救都唔足夠讚賞佢嘅話，咁會唔會考慮用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嚟到形容呢個門將呢？憑一己之力拯救球隊呢？或者用呢個力挽狂瀾嚟到描寫呢一個門將呢？嚟到係以個人之力咁嚟到係以球隊呢係不致多失球啦。説話用語呢，其實係傳意嘅工具，但係要注意呢，就詞義嘅褒貶以及應用嘅情景，小心運用，先至能夠係準確表情達意，減少誤會。而呢一屆世界盃比賽，仲有邊一隊或者係邊一位球員嘅表現係值得讚賞呢？歡迎各位留言分享你嘅心得見解，亦都歡迎大家讚好或者將頻道分享俾你身邊嘅人。謝謝大家，下一集再見。